来看花莲的吉安乡有一条巷仔，有部分的用地去年互法院拍卖哦，买到的新地主想要搁提悬介绍卖互附近的住户，也毋过因为介绍超袂平，新的地主各大出入口拢挡掉的，民众去向公所来申请，最近公所准备要来处罚这个地主，慢慢甲主动哦刷开咯。 花莲吉安乡福兴街6号的门卡口用地，去年被法院拍卖了后，新地主提悬介绍想要卖互住户，毋过介绍伤过悬，双方无共识，新地主就设铁格啊，留60公分出入，互居民是真痛苦。他一共6户，32万8买标的，但是每户要60万，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很恶质啊。 封路9个月，居民一直向外တင်情，无法度理解为什么家己出门口的道路有一日竟然互法院拍卖成做私有地，佮用关介绍买等来才能进出，所以拒绝买。当初的建商提供出来，做道路使用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购买。这种计划性道路已经做的变成继承的，是他们有使用的权利。 面对前期建乡公所去年开始向地主发函裁罚，佮要求地主家己拆掉，毋过无得到回应。公所最后照违反都市计划法强制拆掉。它设置占用部分就违反都市计划法使用的规定，所以第一次处罚是6万，第二次是12万，第三次是18万。那依照现有定的裁罚基准，第3次有要求他不拆除的话，我们公所可以用公权力强制执行。 面对公权力爱拆除，地主是无回应。不过，这个土地因为都市计划用地，未来有征收需求，也是爱甲地主协商。公司新闻花莲报道。